细细时节啦，来懂好中文。我最喜欢国文老师跟我上课了，所以在文学的课文里面，我都会特别注意到一位文学作家钟理和先生，钟理否信上。啲访问按度的特别来宾啊，我都想到讲啊，我这家应该讲我这家冇想到会访问到大文学家的后代，分享书看今本嘅福起来，我喺这位分享今日特别来宾钟怡燕。大家好，我是李凤祥的孙女钟怡燕。佢分享来到一个节目来同一个泽伟讲下来聊一个金阳馆的事情。老师你好，你好，第一拜见面。係啊。我剛剛講嘅就係講我細細時節啊，讀書就是讀到應該講係亞公哦，亞公那個文學嘅作品哦，不管係短篇小說啦，或者是任何的，我都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常會想說，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為像他那樣的人？特別是改客家人，吼，今日當歡喜，先講從業位，禮拜來，吼，我來宣傳一下鐘理否先生100紀念的音樂餐會啦，吼，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餐會，好不好？一個餐會係你都可以紀念有100歲紀念，啊，還有就係我哋。金陽館自從開館以來30年，其實非常的艱辛啦。因為這個民間的一個文學館哦，佢少資源，所以佢度就會同民間去募款，對，所以一直堅持到今哦。所以現在的話，就希望透過一個音樂會來回饋社會，然後讓大家更了解金陽館這一陣也幾十年來嘅一個工作嘅一個東西。本太太很難了解鐘理否先生，好，透過這個我們的紀念館嘛，對不對？對，還有一些文學地景，對不對？那過去啊，這麼多年以來，有曾經辦過類似這樣子的音樂會嘛，或者是音樂餐會嘛？沒有，100哦，而家讀到人家講100啦，哇，對很多傳統的人來說，其實逢一是算過大生日了。係啊，100歲咩？唔過呢一拜發通嘅內容有乜嘢呢？我哋有音樂會，冬至以前係一個音樂會，那我們差唔多早晨10點開始。10點開始，啊就有請到一個閩南貴族嘅學生來表演一個少年的舞劇啊，還有客家嘅歌曲。啊，還有一個沈翔一定會來。沈翔老師。對，他又會來表演呀那個作品。那還有那個黃偉傑。對，黃偉傑，閩南新生代的一個音樂家。對，但他也有來表演這個新的客家民謠哦。那還有一個就是比較特別，就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這個小提琴家蔡宗彥先生。那以黑矮妹妹嘅孫文的欣賞，也就來拉小提琴。所以我們有西方的音樂，有傳統的那個客家嘅音樂，就會在這個音樂會上面來表現。太感動啦！掉鬧熱啦，來祝福鐘理否先生生日快樂。係啊。唔該，講我進嚟嗬，嗰啲發通內容，周講幾號？10號，10月10號，你還是開始給佢報名講，我們現場就做得了。音樂會係現場嘅，音樂會係現場嘅哈。要乜嘅方法做得聯絡到嘛？就吃家戲就可以，吃家戲做得，吃家市場噶。做鐘理否先生嘅孫嗬，都冇簡單。你睇怡燕老師，講係你老師哦，你喺啲哪教書？其實中庸太好。中庸太好。哇，搞乜嘅？大一國文。大一國文呢，果然很有氣質。你有想到講，因為自己阿公嗬係大文學家，有影響到你嘛？有影響到你讀國文系嘛？有啦，就因為韓社就寫讀文學嘅東西，來烏卡里奧嘅嗰度有些文學家，還有一些評論家，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啦。就是爸爸就會一直叫我們念文學的東西，他買很多的故事書給我們看。
古所講的就經驗館地位讀出全部都本太個很了解到總理府欣賞這個一生，對不對？其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可以了解到中里河的一個紀念館。那這紀念館裡面，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嘛，不只是紀念館而已，還有它的文學地景。好，介紹一下我們的文學地景好不好？那文學地景的話，我哋就係總理府以。我哋嘅還蠻有趣的，嘅時節有一個沿山的一條路。哦，沿山一條路呀。嘅係出眾嘅行嘅一條最近的路。哦，最近的路哦，最近的路，最近的一條路，但是卻也是最豐富的一條路。對，超嗎？對，因為嘅條路跟茶冇辦法行，行路也係去眼鏡，也係腳踏車。那個滋養茶要騎腳踏車。喺亞洲唔得行。哦，你還沒走唔得行。嘿，這條路嗰些一定要走路就對了。走路、騎腳踏車、機車也可以啦。是，對，是。那條路就會條白沿行出眾嘅。哦。因為行過這條路就會做條白。哦。就可以駕那個台糖小火車。哇，你睇講起來活靈活現啊！你細時間咩啲嘅走嚟走去啊？嗰時候啦，我哋下擺行，佢下擺因為我哋喺讀書嘅時節，嘅橋嘅平美橋就跟前面山下邊嘅橋就走好嘅。嗰時爸爸去眼睛就做我哋行嘅。哦。佢除咗呢條路呢，還有乜嘅體景？佢是有個比較特別體景，就係佢有個陳炳博嘅佛縫，就係電影《原鄉人》。對，《原鄉人》。佢一個場景有幾個片。哦。對，啊，佢佛縫很彩。啊，佛縫很彩。哦，佢哋拜去音樂餐會，咩做得去嗰邊聊了嗬。可以，我哋下主條是包飯餐會係的，我有一個法通就會太大，但他家去行一陣。哦，聊啊。總理府行過嘅一個路哦。佢藝當上一啲識得喏，有總理府好識嘅東西麼？哦，有啦，因為我哋有那個餐會嘅一個英國嘅餐券啊。哦。對，啊，希望他家來支持。一個法通哦。啊，我哋嘅餐會其實以閩南嘅客家菜為主。哦，閩南嘅客家菜。係。哦。啊，還有一些就係我哋屋卡嘅菜。啊，屋卡菜，屋卡人哋食嘅菜。係，就係阿媽弄擺為主。為主，譬如講有乜雞喏？譬如還有那個炒蘿蔔角。哦，炒蘿蔔角。係，還有豬油炸。豬油炸啊！豬油炸撒一點鹽巴，也係溫調油當好食。我哋豬油炸係呢將調油加吃。哦，調油加吃，哦，給他南部客家人的食法哈。按個吃唔係平常嘅，唔係講鹽醋哦。哦，闽南買嘅嗰種。閩南啊，一聽到闽南嘅，錯冇？哎，我當場有印象呢，哦，我吃三文熟咯。我等下後來炸都出來，口水都流出來。還有呢？還有你自己特別喜歡吃什麼？我哋屋企平常我食就係那個蘿蔔苗燉肉圓。啊，蘿蔔苗燉肉圓，那個很下飯呢。我們一直在講吃的，所以在這次餐會裡面都有這些，譬如說是你們平常會吃的，或者是就以前阿媽常常做的，對不對？對啊。然後吃完飯之後，我們再去聊，這是文學的地景，對不對？對啊。哇，這算是一個文學文化的巡禮咯。那這個巡禮很重要，因為呢，你聽的係總理府欣賞的腳譜，對不對？然後讓我們借這個機會，可以好好的這個回味一下先人留下來的一些資產，錯冇哈？因為當時哈，紀念館成立30年嘛，當時我們想要做兩件事情咯。佢下面就喺嗰度文學家來屋企聊天啊。本上總理在告訴講，係咪我哋佢下係啲嘅屋企來做紀念館。啊，我係爸爸講，佢屋企我哋愛係，啊我哋冇冇能力講另外做一個屋企，所以就講那家就請一個地方。就李府想省翻嘅地方，啊就來另外去嘅紀念館。啊，佢去嘅時間其實全部係募款，對不對？佢下面還是在戒嚴時期哦。對。所以這個計劃出來，其實我們的親朋好友全部都被關切過。哇，真的。對，就被
警察单位说，那个他们听说要盖一个什么东西纪念馆，那个要干什么的，对，那大家都弄得很紧张，那所以其实募款的时间也是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阻碍啦，或者说很多人来关心啦，对，后来就有很多人说那个没什么，只是一个纪念馆。对。然后好像是林怀民吧，就跟那个警察机关说那个就是中里和庙啊。是。对。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阻碍了。对，就比较好一点。那其实其实行周的时间蛮简单的，因为它的物价暴涨。对。然后很多经费都不够。负责的那个工程，好像中间又停顿了，哇！就周都一班哦，就没有办法做下去，目前对，然后拖了大概建了2年，本来说一回是讲1年而周后，拖了6年lang哦，差不多。对啊，到71年。让落成，那一流的哦，一流还蛮稀哦，还蛮稀一流。后边有嘛故事嘞？讲过一下转来谈钟理和先生纪念馆的故事，不要走开。欢迎收看《风起來》，我係就為今日當歡喜搶到鐘理和先生嘅孫鐘怡燕。嘿，大家好，我係怡燕。剛講到哈，一開始建這個紀念館的時候嘛，對不對？一開始我們剛剛聊到，只建到1樓就花了2年多嘛，將近2年哦。1樓張租好，跟2樓呢？2樓係呢，1樓落成過後，因為1樓過後租好想說。等2樓做好也係先落成。嘿，安樣辦法？他感覺說那就先落成好，1樓先開放。分他家來參觀。其實1樓嘅東西嘛，還夠多人見呢。目前做好，目前呢。爸爸有些寫講，講孫兒安樣嘅去佈置一個1樓，看起來就是很陽春啊。伊講像日本嘅文學家嘅紀念館，係呢由政府來興建，做啊幾禁止哦，種人呢，民間呢冇辦法，一定要錢呐，公證嘅一定要錢。所以就講安尼，佈置嘛冇辦法講佈置都非常嘅詳細哦，所以就先1樓就先開放，2樓嘅話就。又在募款，有給那個宋永松老師來主持一個募款，也是規模募，係呀，也因為他家冇乜嘅錢，又強，係又強啦，最主要冇錢又強，然後又想講你安樣把嘢做落1樓，做落1班，應該係超冇。我今日就知道講，爸爸真係當厲害哈，報名之間做藝術接下來。就傳承了這件事情，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爸爸嘛，超毛。對啊。我覺得如果是我啦，我當然也會希望說這個紀念館是真真正正能夠代表鐘理和先生，好，不管是外觀也好，裡面的內容也好，給2樓做了幾久咯？2樓較夾啦，因為那個工程沒有停頓啦，因為1樓給他做到一半就停頓，停了好久哦，就在募款過後再來讓做好嘅，因為這團你哋幾辛苦啦，係啊，因為我爸爸又係顧紀念館啊，佢佢嘅眼神又唔好，所以兩頭燒，兩頭燒了哈，不然一個標飛想買海牙嘅結果。紀念館冇錢，我又要用錢，就不偏要用錢，所以講用嘅買哦。你就看到自己看在眼裡啦，爸爸真係。可是，你行下來就提講哇，當初的堅持，當初的辛苦都值得，超嘛哈。當然啦，一定要當然幫助你嘛，不管家老師講到嘅募款呢，人啊，不管是文學界、藝文界。包括演藝界，譬如講我就提講這個申祥老師，你剛一開始就講的哦，申祥老師也因為這個鐘理和先生的作品哦，也都寫入歌裡，他有很多作品是跟龍亞公有關。有啊，就是那個大地書房那個專輯，係啊，應該還是跟我爸爸一起去策劃這個專輯的。想說，
因为找很多人来帮忙写，像对郑医师也下来，是，然后我叔叔铁军也下来，然后帮忙创作。那有些是改编他的作品，对啊，因为想说，我们除了文学嘅文学嘅方式以外，音乐係咪有辦法記錄下來，好，你係傳承的一部分哦。係啊，講到很多，真的看樣片好嗎？看一下申祥老師演唱鍾理和老師的作品的影片。木板牵动走，天意素养庭前走。江山飘云涌高水，山歌给南故事多。看天涯流海涌，点点阴阳港中梦。繁雅太极秦永了，踏色贫富有金州。老師，你對呢首歌曲有熟嗎？有啊，我睇到這麼多遍了。係啊，讓大家介紹一下申祥老師創嘅呢首歌曲《鍾理和先生》嘅作品啊。一個大地書法呢改編是我嘅書齋一篇文章哦，那就寫鍾理和去一個木瓜樹下寫作嘅一個經驗哦。伊冇也書房咩，也書房去有個地方過紅，佢做嘅搖搖坤坤又咪寫哦。所以想講，起到不錯過量，按素養嚟帶過嚟佢。突然想到，可以嗰種可以去啊寫作，我就拿一塊板，那個木板，然後去做，拿一個燈嚟抽的，去個就抽啊個素養下輩開始寫一作品。我在嗰度作品就去個樹下寫好嘅哦，就是一個講往那個書齋以後，你從不去個有個地位，從不係你凝固，那個書齋呢從不係自然的，可能你安尼有較高一些，嗰些視野真蠻好，那個山，你看那春眠農莊，怎麼講？還有風吹過來。吹刺眼的風，係啊，因為調一個聲音啊，係啊，一配上毛代替出嚟嘅書風，書齋。不是一個，也就有一個有點是自砍啊，自己調侃，自己調侃，對啊，因為其實是某前，才想說，那我再寫一個太自然的下輩來下作。我想也係因為安陽縣吼，真有鍾理和先生按特別的作品哦，俾大家留下來。佢再講到，你都冇讀到阿公吼，冇讀到。佢你認識嘅阿公鍾理和先生係樣扮型嘅？第一書嘅作品來看，伊係一個感覺係呢一個文學。難怪賺錢，當賺錢吼，因為你後輩有讀到阿婆嘛，讀到阿媽吼，你有啲阿媽嘅再讀談過阿公嘅故事冇？阿媽不是講啊，不是講，係啊，講阿公啊，阿公就不是推廣啦，講就是以阿媽覺得說，伊就係一個。
专情的人，对，而且是温文儒雅的人，而且是他的偶像。偶像一样哦，你讲阿公推广过多东西，讲啊，你看见那天师还能有拍个莫上，看礼拜个天师会有啥，会有色彩，你阿妈讲看见那天师就会，系啊，佢讲得出错哦，嘿，讲得出错，又是一个先知，好冇？跟你要透過文學，透過阿媽在認識總理府。我提供你在大學的時候，你在念研究所嗎？你的論文也是寫鍾理和老師嘛？係啊，跟兩時下來老師，然後你印象中的老師合起來，再回到現在這個時候，你覺得對你來說，你的阿公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應該是他的文采是真的很厲害，就他在描寫下個功力，冇法講哎，他那個很多的詞彙很細緻，是。包括一看下個色彩，它那個光綠色就好多種綠色，對，然後不同的層次感，就說哇，他怎麼能夠想到這麼多的綠色？因為我們一般下文中綠色就綠色啦，綠色啊，一看過去都是綠色啊，頂多淺綠，還有深綠，還有墨綠。可是它的綠就很多種綠，然後黃色也是啊，所以它的顏色分啊占蠻清，就是活靈活現。給按到的作品裡邊都有幾個特別喜歡的作品。有幾多片啊，一般有顏料。顏料哈，煙樓啊，南部有顏料嘛？像美濃嘅顏料，係啊，幾片下都講過有。有你印象中，總理府欣賞啲顏料呢片裡邊下比較讓你印象深刻的這個句子嘛，或者是畫嘛，有啊，看一下。看一下，可以讓他家來談哦。好啊。你要一些團的本太感，就講田壟間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聲音，犁田的、挑秧苗的、放肥的、駕車的，男的強壯，女的活潑，就連老人孩子也沒有空閒，每個人都忙着做活，每個人都把自己一份力量用到地裡去。有的人家老早就把煙種下去了，也有剛剛割起稻子不曾開犁的，這樣的人家可就更忙。大家都你趕着我，我趕着你，仿佛在競賽似的。哇，這樣當場弄喺你帶轉去顏料旁邊，有冇太加無限七彩咯？磨尖上，加工，我要趕着去什麼什麼的，無限七彩的感覺，這個寫得非常的細耶，而且是非常的細膩之外，還有一種生動活潑的感覺，把當年那個煙樓的那種繁華。也寫在這句子裡面，而且就是短短的幾句而已。對啊，就他這幾段就寫美濃煙芒的季節。對，差不多就亞個時節在前一步嘅啦，就已經種，黑龍白還有種顏咧，已經黑太陽。哦，好，我們聽完了這個老師最愛的作品，鍾理和先生作品，待會回來還有更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莫走開。
俩树歌曲按都嘛解？咖喱婆。咖喱婆，咖喱婆係乜嘅意思啊？咖喱婆其客話，我哋這篇就會講身體嘅演出面，就是咖喱。咖喱，咖喱。哦，咖喱就是其實也就是阿婆的意思嗎？還是家婆？不是。沒，就是咖喱。咖喱，哦，就是指的是山地原住民。啊，咖喱婆係總理婆姨阿媽。姨阿細阿媽。細阿媽哦，等於是這個。加到客家種嘅咖喱。嘿，加到客家。就會喊咖喱婆。做乜嘅總老師對咖喱婆特別有感情咯？啲也少數地方就講一個咖喱婆過下意。哦。過節不一樣，土已經土一樣。係啊。土已經來土已來。啊，因為種東西不易，所以個娘也給阿媽。係啊。就為佢寫兩篇文章，因為兩首歌曲就係田明老師改嘅嗬。哇，聽起來當有，因為嗬，我自家係隔代教養嘅聲音咧，我係阿婆土台，聽到咧一開始聽到頭幾句啊，就是哦，寫得真好哦，又有寫叫故嗬，又有乜嘅哦，田明老師也改得很好。我講到兩位啊，就想去講。總理佛先，就是講到人阿媽嘅嗬，我阿媽有接觸到幾多年嘅時間？我同阿媽佢叫我都97年啦過世。哦，97年，佢廿幾年嘅事情嘛，係啊係啊。佢同阿媽嘅感情以後，平妹。現實係呢度台妹。台妹係啊，講台妹啲人先幹啲擺度嘅位嘅，對你嚟講。哦，伊係一個媒體嘅一個女性，佢會做模特。做模特。伊都後來幾年讓模特嘅同一個眼神唔好，一個骨頭就係弄擺後生嘅時節做法嘅，看啊嘅骨頭都變形。係啊，所以路位就腰酸背痛。就下辛苦嘅位。按行動就有比較不方便，所以佢後來幾年讓模童，咁我童模田呢？童模田嗬，誒，老人家說係啊，你喺見模童哦，佢係模關哦，哦，你還會散風骨祖孫的哦。係啊，我有看到唔少呀，嘅阿媽哦，唔單槍對自家嘅孫女啊，嗬，按下，對自家來也沒強樣動下，知冇？係啊，要當到故事。有啊，反正爸爸出去客萬古嚟水木嘅哦，所以以下有空嘢講天明啊，古來嘢嘛，古來嘛，係嘛？啊，後來實際因為叫佢電門，係，叫佢電。幾多上到都眼神唔好，很空嘢講天明古來嘢嘛，古來人後來就偏講古來嘢是當哈，然後我講哦古來嘢，你就能咁樣去休息咯。列出一張媽媽對自家來也好嘅關心啊！讓妹妹係嘛？讓妹妹係咪有一擺講唔錯事情？講哦，阿爸爸出差去啊！出差，結果咧？結果被拆穿了。然後咧，阿媽就電門啊！等到幾耐啊？等到幾耐啊？咁你就點講？你啲阿媽嘅身康有聽到當到阿公嘅故事冇？有啊，就講公告嘅事情嗰度就實現。有影響當成嘅事情嗎？影響當成咯。譬如講兩曬感情啊。係啊，啲引導會講。引導會講。應該講起來講，以前嘅人嗬，他冇比較沒有那麼外放，自己嘅感情就比較內斂，比較收一點。係啊，所以我也只能從記者去訪問嘅時候，你這樣抵。跟自家啲安尼身份，自家孫來看阿媽對阿公嘅感情啊，你知道嗬？鍾理和先生啲阿媽心中係乜嘅樣板型嘅一個人？像偉人一樣吧。哇，很天。就是對，是他的天。因為你就講你就下人家走，其他的他一手包辦。哇，就是你不要擔心，我在後面，這個是很典型的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絕對是有一個成功的女人，對不對？就會所有家裡的事情，大小事情，全部總都好誰。因為阿媽年紀比阿公大，所以她像照顧弟弟一樣在完全把他照顧得好。這個很前衛呢。就以第一前來講啊，用誰冇比誰來睇，總會本大家講法嘛，
这倒是很特别的，就是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对他像照顾弟弟一样，就把他反正总要好生啊，因为他说他姨妈想讲伊迄有钱人的生日呢，嘿，阿妈可以用小的，所以你要帮他，对，你就等于是要照顾他啦。那他也是无怨无悔。阿伯，我看他们有时候爸爸的一些写说，有时候偶尔会斗嘴啊，因为他们两个感情真的很太好了，对，就是又是夫妻，又像朋友，又像姐弟，对，然后就感情很好，所以有时候他有时候做的很生气的时候，说我前辈子欠你的，然后阿公就说。啊，你既然欠我，你就要还我，对，你就心甘情愿的还我。然后阿妈就会很不爽，说啊，难道我还的还不够吗？都还你一辈子了。不过你刚刚有讲到这个爸爸铁明老师，铁明老师对你来讲影响咩动态，知道吗？哎呀，因为伊对我来讲，尤其是伊过开放，那好嘛，给就本来去做嘛，吃油，吃油，冇做快做好。嘿，伊冇讲生人来讲，人来涂嘛给呢，嘛给冇。有些想来做读中文，佢下马上讲，你系咪考太好嘅世界功能，而填商科嘛？有冇条条冇你啊？有啊，因为个好高的先生嘛，建议个读文科没有什么发展，读商的话可能比较好。可是我说。拜托我数学那么烂，怎么去读商呢？所以还是选了文学，还是选文科。那因为我其实我蛮喜欢历史的，是对。那爸爸说好吧，那你要填历史也可以啦，但是呢，你就把中文填在前面，对，然后你历史系你就填在后面。所以你知道中文系就全部填完之后才去填历史啊。可是中文填不填完，你就会落到中文了。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爸爸在无形中对女儿的关心之外，也是希望这个家族的传承。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也没有他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读，对，那只是我们自然就发展到那边去。对，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啊。对啊，当然也要感谢铁明老师啦，按多年来对这个钟礼和老师这整个传承下来，我相信你们都看在眼里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三号来出。要靠你们喽，靠你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赶快来参加这个音乐餐会，对不对？对。这个龙大家介绍一下，你要摆场位几多号？4月10号正式10点单开始。前面都是有音乐会，有后堂的音乐。当中呢有可以来英国一個餐券，你可以吃到一個客家菜。還有個認購的金額，加就是那個。協助紀念館的一個館務的運作，因為可能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夠幫助這個紀念館。對啊，除了你黑某潘板英國會發，就後來如果各位有，因為我們有一些書的出版啊，還有一些藝術品的拍賣，不是拍賣，義賣啦。義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我們這次有義賣的是第1版的鐘禮和全集哦，第1版的全集耶，這個很重要，這很值得收藏，對不對？對，而且有張良澤教授的簽名。哇，張良澤教授簽名，那更不得了了。所以呢，有相關的訊息可以直接去，還有呢。我們有網站，我們有鐘禮和紀念館的臉書粉絲團，是臉書粉絲團上面都有消息。對，所以趕快要給去哈，先搶先養哦。對呀，最重要又有後生哈搞出來。好，再次謝謝老師來這邊哈，龍一起分享鐘禮和老師的一點點，希望下擺龍鐵明老師看下來。我們再來好好的分享鐘禮和老師。鐵明老師沒，我知道你聊鐵明老師，好不好？因為好多你第一個講我來。好了，再一次謝謝怡燕，好不好？然後有空再來，我們下次真的來聊鐵明老師，好不好？先預祝你們的餐會能夠順利成功。好，謝謝。我知道啊，文學咪係你傳承的一部分啦，哈，特別客家文學，好好來讀書，好好來學客家話。你學掉客家話以前，神耳運動，先來運動一下，不要走開，我們待會見。